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Go Go Go 哈巴》，我是民族。今日呢，民族带大家来到关西，都爱后背听个手起一只，放眼个萝卜风舞，萝卜树烟。今日就从爱叫下来的李督坤啊，嗨，卢老师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老师，今日啊来到nhà萝卜树烟，谈公nhà到底有100多年的历史了。对，以前是私塾哦，所以你可以看到这里的石雕、木雕、泥塑都有很丰富的这个教化的寓意。这关西是你的故乡，对不对？啊，对，我就在这个房子出生。所以今天其实我们要教观众朋友讲一个客家单字，你一定会，就是故乡。故乡的4县呢，就是孤雄。孤雄。孤雄。当然，老师你刚才讲到说这边是私塾，所以很多学生在附近的小朋友来这边跟着老师一起上课，都在这个礼堂这里。我们上课的部分主要是在正厅里面。哦，对，你们有定期举办很多的活动对，我们3月份会有一个活动，就是体验做那个客家的脆头板。哇，好爱吃！就是我们闽南语的蛙粿，是的。所以今天其实我们要教一下观众朋友讲这个活动这2个字的客家话该怎么说。老师就是叫做发通，发通，发通。发通，带大家来讲挑战一整句的客家话，就是说定期在书院举办活动，听起低数烟攀发通，听起低数烟攀发通。老师讲得非常的好。Hello， 各位朋友们，今天呢，我们来到罗屋书院，有100年历史的客家老伙房屋，也跟着第19世的罗老师一起来认识了许多新的词。我们一起来复习一遍。来看第一个词就是故乡，孤雄，孤雄。第2个词呢就是活动，发通，发通。第3个，我们来学一整句话哦。来看这句话就是定期在书院举办活动，听起低数烟攀发通，听起低数烟攀发通。罗屋书院不时会有轻旅行的安排，欢迎观众朋友锁定他们的网页来 follow 他们，感受一下乡间的气氛喽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